中华参尾乡的代表会到日本京都考察到5天4暝，结果疑似食物中毒。根据了解，因第2天暗时到一间烘肉店来用餐，等伊到这个饭店，都有11个人吐骨流，赶紧来送病院。加在无真要紧，问题是食这种烘肉。这个肉片拢是经过高温烘过，为什么阁会发生着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呢？医生讲，真有可能是这个青甲色的肉烧有掺染，互相交叉来感染所引起的。和牛肉片放伫烘盘，增加恰。其实酱油最好。冰明了后，豆豆将肉汁甲油逼出来，放开一下就应归经典。到日本京都，每当无去的行程，就是去烧肉店，食看卖当地美食。是讲有台湾的游客，敢若是食饱了后食物中毒。集团将近30个台湾游客到日本京都府一间烧肉店食饭，结果当伊到饭店了后，有11个游客出现吐骨流的镜头，赶紧送病院。原本就是牛肉啦，因为有人无食牛肉嘛对啊。应该是讲因为是肠胃炎了。肠胃炎他那边的诊断书出来就是肠胃炎了。根据了解，因是中华参尾的代表团出发去日本考察，总共5天4暝。主要是考察公园、观光设施为主，参像冰石、跨海大桥、金果市等等。到第2天暗时，食烧肉，包括牛肉、甲猪肉等等，都开始吐甲流巴肚。因讲诊断出来，毋是食物中毒，是胃肠无爽快。无确定是毋是和食烧肉有关系，因为有人无爽快，有人煞好势。是讲食烧肉片拢经过高温烘过，是安怎个会食物中毒？器具包括筷子、夹子，尽量生熟食，要避免混合，做一个分开的一个动作。医生强调，除了青食物和熟的食物互相感染以外，物件无煮好熟，嘛口角造成胃肠无爽快。11个伫日本佚佗，敢若是食物中毒的游客，目前拢无啥物要紧。日本警察和消防单位卖继续调查食歹巴肚的原因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